知唔知嚟到澳門新橋區可以做啲咩？就係打籃球啦！不過呢個場真係好隱蔽，我哋當初入嚟嘅時候都好似尋寶咁樣。唔知你有冇揾到呢一個寶呢？我想講呢個場個光真係不得了。哇！我3分鐘之內可以入到幾多球3分2分波？OK， 玩得太嗨，完全唔記得咗計分同計時間。不過我今日手感不錯，keep 住射2分都應該有20分吧。嚟緊第15屆全運會澳門賽區會喺11月10號至18號舉行3人同5人嘅18歲以下組別嘅籃球賽事。記得去埋官方特許商品零售店買全運會靚靚 souvenir。特別推介今屆大會吉祥物中華白海豚喜羊羊同樂融融，佢哋都好 Q 啊！最後記得 mark 呢日期過嚟支持你中意嘅運動員啦！加油加油加油啊！仲要記講3次。